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9月21號星期日，田草絲跑道8草兩泥賽事，場地掛牌為黏地，泥地掛牌為濕慢地。想分享下場次40泥地4班1650米13號馬超眼光，孭118磅一檔起步，最後200越追越近，跑第二，彈甩第三主馬群，先紀錄低。場次41，場地掛牌改為軟地4班1600米5號馬開心宇宙，孭128磅8檔起步，沿途3碟，最後200越追越近，跑第三，輸俾頭馬半個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場次42，3班1200米1號馬信心星，孭127磅3檔起步，最後85透出，跑第一，彈甩3個馬位，先紀錄低。場次44，泥地3班1650米4號馬自跑得，孭129磅2檔起步，最後200冇乜打邊跑第一，先紀錄低。同場另一隻馬8號安泰，孭125磅6檔起步，慢閘最尾攝入內欄，最後200力追跑第二，彈離第四主馬群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